礼拜要开始，请有抓到行动电话的，请关机也是规震动吼，咱安心来做礼拜。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时，咱来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来学了上帝，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来到参加主日的弟兄姐妹有一颗渴慕的心，来到圣殿当中，切切寻求你的面，在爱慕里献上全人全心的敬拜。求主恩膏，赐下祷告、敬拜、赞美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主日聚会充满神荣耀的同在。透过敬拜，使凡来聚会的弟兄姐妹都能被提升到神的宝座前，并经历神丰富的恩典。我们的主啊，恳求你在教会中作王掌权，来往行走的，除去我们一切的疲乏和软弱，赐给我们刚强和得胜，除去我们一切的失望和灰心，使我们有信心甲力量，除去阮一切不安甲忧愁，使我们有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一时，咱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启文第6篇，也是诗篇第16，我来启大家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这声。去对别个心灵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加因的献祭，嘛唔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你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
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袂互我放撒伫阴间，嘛袂互我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这声你你的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这是咱来恭敬上帝的话，记载着圣经罗马书第1章14甲15节。罗马书第1章14甲15节。无论什么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的，有智慧的也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我迫切向嘛会着将福音传予因伫罗马的人。这时咱来请周氏小组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歌是《耶稣爱你》。爱你，我再唱一次。
要请赖德清牧师为我们证道，伊的题目是为主的客家。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客家中会的总干事，我叫做赖德清，赖德清牧师。我的名甲迄个赖清德做共款吼，安尼就足好记的吼。我是赖德清，赖德清牧师。咱今日题目是为主的客家，我甲大家分享吼。对，安尼是毋是安尼？安尼对。我将今日的圣经再好考他一摆。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无论对马家人、迄文明人也迄盲开发家、迄聪明人也迄愚妄家，我拢总欠其人家债，所以我迫切爱将了福音要传给你们在罗马家人。这是客语哈。我问你讲，你通会死无？你通会死，通就是听啦，你听有无？你通会死无？伊讲爱啊，爱通会死，我听有吼。听无你就讲爱通毋是，感谢上帝。咱大拄仔有讲，我拢欠伊债，无论是啥物种人，我拢欠伊债。咱是欠人啥物债？是欠福音的债。所以无论是聪明的、愚妄的，咱拢欠伊福音的债。所以保罗讲，我传福音，那亲像我欠人的钱还钱共款。各位兄弟姊妹，咱欠人的钱，咱暗时就袂平安嘞。咱困嘛袂平安，咱就爱去还人的钱。所以保罗伊讲，我就爱还钱啦，爱还爱欠迄个传福音的债，因为伊确信即个福音的快乐，会让带领人对迄个送乡的心得到丰盛的生命。保罗传福音的态度，第一，伊是罗马人，所以伊对罗马传福音特别有亏欠，伊心内有重担。各位兄弟姊妹，咱是台湾人，咱是住伫宜兰即个所在，咱对宜兰即个所在传福音，咱有重担吗？咱有欠福音的债吗？咱着爱努力。第二，尽力尽本分。咱今日圣经在讲，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就是讲咱传福音是尽咱的气力，尽咱的本分，尽咱的温顺，尽上帝予咱的恩典来传福音。上帝袂爱咱做袂到的代志，勉强去做，咱就照咱的本分来做。伫马太福音有一个主要所讲的一个譬如，伊讲吼，迄个主人吼，予迄个萝卜5000两银啦，2000两银啦，1000两银啦，予因去拍拼。即个5000个呢，佮趁5000转来；2000个呢，佮趁2000转来。毋过即个1000个呢，伊就甲迄个土甲掘开，甲抬咧。佮主人转来时，就甲迄个土掘开，甲钱了，可行主人。所以即个主人就甲迄个5000个甲2000个萝卜讲，你是良善佮忠心的萝卜，良善佮忠心的萝卜。伊讲迄个1000个呢，你是分担的萝卜，你分担。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就照上帝予咱的恩典，甲咱的恩赐，咱来尽咱的本分来传福音嘛。今仔日是客家宣教的主日。真欢喜，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客家的宣教。客家是一个族群，经过战争、风土生存，伫遐离开家乡迁徙，找到一个安居乐业的所在来徛起。所以本地人讲，你是人客，你是客家，所以你是客。客家的族群甲原住民甲河洛人比起来，较慢一点点仔来到台湾，所以就讲你是人客。我是主人，小可有摆脱的美事啦吼，即个客语讲美事。毋过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家拢无人客啦。我相信咱的教会拍开咱的大门，欢迎各族群来到咱的中间，甲咱三甲敬拜上帝。来到咱的中间，拢是咱的兄弟姊妹，咱上帝家的一份子。咱的中间无人是人客，咱拢是主人啦。所以伫上帝家拢是主人。我今日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甲大家
来分享客家的文化。其实常常有人讲客家甲我真遥远呢，吼，迄是真遥远的物件啦，我拢毋知影啥物叫做客家。好，我今仔甲大家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吼。民以食为天呐，民以食为天呐，所以呢，咱定定食客家的物件哦。客家的物件有一个重点，就是味较重，食了呢一点仔菜就配足侪饭咯，食足侪饭，啊食了就有气力，就做工课。啊，咱就足欠的，咱就安尼食一点仔菜，配足侪饭，安尼伫遐做工课有气力。咱台湾上开始食北来吼下水是伫客家咧，即饭啦。巴顿，即个巴顿啦吼，拢爱甲食落去，因为咱足欠的吼，毋通拍算啦吼。所以即个下水对客家的前辈开始做，啊料理甲真好食吼。所以酸菜猪肚汤，哦，这是客家的菜，梅干扣肉，哎，是客家的菜，即种足落饭的啦吼。葱爆鱿鱼，哦，伊讲伊是客家小炒呢吼，安尼说无甲你骗哦，伊是客家的物件吼，对。姜丝炒大肠，哇，这肠啊炒到这么香啦吼，这是客家的菜。客家咸猪肉，我嘛就好配饭的呢。伊讲伊客家嘛，所以无毋对，吼是客家咸猪肉。这个客家的菜就是真香嘞吼，客家擂茶，哇，伊讲伊叫做客家啦，就是讲咱厝内有一寡物件，茶叶啦、红豆啦、绿豆啦、土豆啦，这剩的吼。拢甲硬硬嘞，毋通拍算嘞，甲硬硬嘞，啊，泡滚水甲食嘛是真香啦。拄开始是厝内有啥物件，拢甲泡落去啦。到尾拢发现讲，这3分、这2分、这1分，安尼泡起来，迄味上好食，安尼就变做避风啦。所以变做避风黄金比例。今仔客家擂茶伫遐有真侪人爱食吼，啥咯叫做擂茶呢？因为吼，迄安尼硬吼，迄是偌忝呢，安尼硬好累啦，所以是很累的啦，很累的茶，所以是擂茶。客家擂茶就是安尼开始吼，所以是客家擂茶。土豆油嘛是咱的先辈，客家的先辈所发明的。土豆用迄安尼石头甲拧落去，油就走出来，足香的啦。哦，炒菜足香的，所以发现讲土豆有油呢，吼，油足香的。即个石头吼，到尾发现就是圆较好拧啦，较好安尼字啦，吼，较好字。即个圆呢，足像车链呢，足像车链的，所以讲叫做油车。油车，所以客家前辈讲，咱着油车来制即个油出来，土豆油吼。所以这是咱的客家前辈所发明的。咱客家人最爱食桔啦，吼，恁去客庄讲桔种啦，桔的啦，吼，桔种桔的，所以客家人最爱食即个桔啦，养生、养颜、美容吼，化痰止咳吼，对，桔种桔茶吼，对，我今仔有加一寡时间哦，请恁会当去欣赏一下吼。对，客家人最爱食桔的。好，客家花布，我嘛早做一块客家花布呢吼，即块是上传统的客家花布，上传统的。即摆政府讲哦，咱着迄花吼，油桐花就是咱客家的象征，因为咱客家足侪油桐花，讲这花就是恁的象征啦。咱政府着安尼推广，所以即摆油桐花就是客家花布的一个元素吼，所以这客家花布对。客家花布拄开始吼，是咱的足欠的，这布歹一块，这歹一块，着甲天天的，要搁过会当用花花啊，客家花布。但是即摆这叫做拼布、贴布，这是艺术呢。吼，你毋通讲阮足欠，阮这是艺术，吼，拼布、贴布吼。即摆布拢是完整的，拢是足水的，所以客家花布的起源是因为欠。但是客家花布即摆诚做客家一个象征吼。我即摆穿这拢是客家文创新的，但是伊嘛是有一堆花啊，迄花足水的吼，有花。这拢是客家花布，拢是客家花布，传统的客家花布。好，各位兄弟姊妹，客家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和乐的文化，都是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就是客家的文化，甲和乐的文化，甲原住民的文化合起来，都是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精神就是客家的精神，甲和乐的精神，甲原住民的精神合起来，叫做台湾的精神。台湾的精神内底
有一个客家的精神真要紧，就是应尽精神、硬强的精神是啥物啊？硬强的精神是坚持落去，坚定打拼，伫遐勇敢来向前行，一定会成功。这就是咱台湾的精神。咱即摆咱台湾有拄着真侪困难，毋过咱的台湾的核心的精神，即种客家的精神是非常的宝贵的，互咱坚持来打拼，来向前行啦。所以。客家的精神是咱台湾的精神一个真宝贵的部分。我今仔要甲大家分享讲，咱爱搁一摆来熟悉客家人啦吼，咱搁一摆来熟悉客家人，是安怎咱爱甲客家人传福音呢？为什么咱今仔日讲要甲客家人传福音，咱就讲和乐就好啊？咱就讲和乐，毋是共款吗？咱是安怎爱甲客家人传福音？我甲大家分享。客家的族群，第一，客家人需要上帝赏赐的丰盛的生命。客家人哪会遮欠啊？我相信咱熟悉足侪客家人，伊咸菜即摆拢比你较有钱哦，伊比你较有钱，毋过伊阁足欠的呢。伊嘛是足欠的，因为伊迄血液中的 DNA 吼，伊的 DNA 是爱欠啦。伊即摆比你较好验，毋过伊阁足欠的是安怎？因为过去好多人客家人赶去较草地、较偏僻的所在，所以今仔日会使有通好食，下昼就无一定有通好食，都爱较欠的啦。所以即种历史的背景、历史的阴影伫咱的生命的 DNA 伫遐。但是今仔日上帝已经要保守咱，上帝已经保守咱迄个安全感。其实咱伫好多的所在，咱嘛受到尊重。咱三角做伙，咱拢是伫遮平起平坐，所以伫上帝遐要体会到即种的安全感，上帝赏赐咱的丰盛的生命，要互咱对即个送乡的心情、送乡的背景，伫遐得到上帝赏赐的保守的即种安全感甲丰盛的生命。所以客家人是非常需要上帝赏赐的即种的安全感。灵的内底灵魂，咱属灵的丰盛，要伫遐分享给客家人。第二，上帝赏赐的平安，要分享给客家人。咱去客家的所在，客庄，咱看到足侪迄个宗祠迄庙喏，遐写蛋热串，伊毋是拜神明呢，伊是拜祖先呢。因为咱都无平安，咱互好多人欺负，所以咱的祖先咱就渴望咱的祖先甲咱保庇啊。咱就爱互伊来甲咱保庇，所以伫客庄真哩济伫遐即个宗祠，今日咱要将即个上帝赏赐的平安来分享遮个客家人。咱信耶稣要对即种互人困着的即种惊吓中来逃放出来，咱也要对即个鬼神的捆绑中来逃放出来。咱会免去拜咱的祖先啊，颠倒咱要甲咱的祖先放伫上帝遐，互咱上帝甲伊，互伊。伫遐有一个安息的所在，真好的所在。咱也免去烦恼，咱的祖先无通好食，无通好住。伫迄个所在，上帝要互伊伫遐伫遐灵魂得到安息。所以要将即个平安来分享给客家人。第三，生命传承的祝福。咱来去客庄，咱就知影，客家人是非常重视囡仔的栽培。所以你去花莲。迄个凤林嘛，凤林有一个叫做校长之乡啊。凤林即个客家的所在，出足侪校长，因为客家人呢，甲囡仔栽培，互伊读册，诚做校长。因为咱着爱栽培咱的囡仔，互伊出人头地，摆会当翻转咱的命运，咱免搁这里送向咱的囡仔来得到功名，来得到发展。咱去。高雄即个美浓即个所在啊，美浓有一个叫做进士街，就是讲咱美浓即个客家的所在吼，咱的囡仔拢互伊读册，咱拍拼家栽培，规家伙钱拢咧栽培囡仔吼，要互咱的囡仔伫遐去上京赴考，来得到状元进士，所以叫做进士街，就是咱出足侪状元甲进士的。客家人是非常将迄个希望吼寄托伫下一代。但是咱要将福音来分享给客家人，今仔日你将囡仔带到主的面前，伫遐要得到主要所上水的祝福啦，毋是只有互伊读册尔啦。你若爱你的囡仔好，你着带来到主的面前，要得到上帝的保守，互伊好的信仰的评价，这是一生的保障，也咱长辈上大的祝福啦。咱要将即个
好的消息来分享给客家人，即重视囡仔栽培的客家人。圣经内底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毋是只互伊读册尔，你家己带到主的面前，伫遐要你的性命传承，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上宝贵的。所以咱要将福音来分享互重视囡仔的栽培的客家人。安尼，这是我画图吼，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我七星山咱七星中会吼，我是七星中会，我伫七星中会部会足久的吼。七星中会咱七星山，咱中部吼，即个桃竹苗即带拢总客家人咯，新竹特吼苗了规个拢是客家人。我住伫关西吼，客家中会事务所伫关西。关西吼，你每一个人你甲问讲，你倒位啦？伊在地就100%拢客家人，100%哦，拢客家人吼。咱南部有即个卢凯啦、台湾啦吼，各位兄弟姊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宣告，每一个族群拢共款要紧哦，每一个族群拢共要紧。我咧讲客家甲原住民的关系吼，我用即个圣经在咧讲。道德记，道德甲普阿斯讲，请你用你的衫巾遮看我，因为你是我的近亲。请你用你的衫巾遮看我，因为你是我的近亲啊！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中华民国政府吼，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拢非常重视原住民，重视原住民的语言文化的维持。伫宣告顶面，咱的总会也非常重视原住民的宣告。毋过，我感觉伫客家的部分，咱做了有较少啦。咱伫客家的部分，咱较边缘化，做了有较少。所以我讲，请你着用衫巾甲阮遮看啦，咱着三甲来拍拼，互你，因为咱是亲情。其实吼，客家甲原住民拄开始是拢互河洛人赶去较偏远的所在。各位兄弟姊妹，我去东部教会，咱的布隆族遐讲道吼。布隆族甲我讲吼，即个东部教会甲我讲，牧师啊，我甲你讲哦，阮教会有一个小组哦，迄个小组拢总客家人哦，迄个客家小组有100几个人哦，伫布隆族的东部教会，即间教会内底有一个客家小组，100几个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足济原住民的所在吼，含客家住足近的，所以我讲你是咱的亲情咧吼，咱伫宣告顶面，咱着三甲来拍拼。咱会讲我毋是啦，牧师，我毋是客家人啦吼。毋过我甲恁，我讲，咱若有一个听客家的心，听客家灵魂的心，你就是客家人。你有一个客家心呐，你有一个客家心，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你就是客家的家人。各位兄弟姊妹，为什么我讲你欠客家福音的债？为什么我讲你着爱行客家福音的债咧？我含大家做伙来分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咱的教会依然表2222年的咱的教会所，咱的本地教会有757间，原住民教会有540间，咱的教会所拢总是1297间。伫咱的本地教会内底有河洛教会，也有客家的教会，拢总加起来757间。咱从花莲的凤林、台东的池上、屏东内埔、德产、新德中会、中立、东势，这个客家的教会拢甲加入去。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啦，桃竹苗的客家宣教中会有20间，加起来算40间啦。客家教会甲算40间，毋过咱的河洛教会有717间呢。安尼用咱的人口的数。人口的比例来看，咱真正是欠客家宣教的债。咱用咱的人口的比例、族群人口的比例来看，咱实在是欠客家宣教的债。咱客家教会40间，河洛教会717间啊。咱的人口统计，台湾有1/5的客家人，5个内底有一个是客家人啊，有400万的客家的人口。占台湾人口的18%，是台湾第2大的族群人口啊。咱的原住民有足侪名称啊，不论啦、阿密斯啦、台用啊，足侪名称啊。毋过咱的人口的数其实无遐尔济，人口的数无遐尔济，上济是河洛人，过来就是客家人嘛。但是客家人信主的人口开始千分之两尔，1000个里面只有6个。我和大家做伙来分享伫教会的部分。咱的客家中会有21间教会伫桃竹苗的所在，
客家宣教中会有20间教会，咱的七星中会89间，台北99间，新竹53，台中78，嘉义75，台南85，这是咱的教会数吼。我搁讲一摆，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寿山74，高雄66，屏东41，彰化43。所以咱看，客家中会只有20间教会。咱的中会设教几周年了？我捌做过七星中会的议长吼，咱进前吼庆祝60周年，啊，搁前阵仔庆祝70周年哈，咱庆祝70周年，咱甲台北中会是兄弟总会，咱庆祝70周年。咱想讲咱真济吼，毋过吼，我前年收到迄阿美族的中会啊，阿美族群中会哦，毋是阿美中会哦，阿美有3个中会，阿美、西美、东美，因讲因要庆祝90周年啦吼，请咱大驾光临，我今日呢，比咱七星搁较久呢吼，所以咱伫原住民的宣教足早就开始做啊啦。毋过阿美客家中会偌久呢？15周年啦，所以咱就知影。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用客家族群为主的宣教，只有15周年，咱实在是太慢了啦！咱是安怎这么慢啦？咱的中会设教几周年？咱来看寿山中会50周年，彰化53周年，啊1930年，高雄、台南、嘉义、台中拢对区会升格做中会，已经设教92周年。我搁讲一摆，客家中会设教15周年啦。只有15周年，各位兄弟姊妹，15岁少年家吼，15岁少年家还阁无啥物财产啊，读册嘛还袂读毕业呢，读册嘛还袂读毕业啊，各种的社会经历都无够吼，安尼毋是足成熟的一个囡仔，阁是青少年。毋过15岁少年，你若甲伊栽培，互伊营养，吼，甲伊操练，吼，伊嘛会大汉，有一天伊会勇壮起来，成做咱的瓦克。所以客家中会需要大家三甲来扶持帮衬。我来将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2022年的经常费分析，互咱看吼。这是各中会经常费的收入。经常费，譬如讲咱南洋教会，咱的经常费，咱一当咱兄弟姊妹奉献，一当咱就是咱的教会的经常费收入。这是用中会啦，中会就是所有的教会加起来的经常费收入啦吼。咱来看即个中会收入，我知影你安尼看足花啦，足花啦吼。毋过咱来看者，我甲整理起来，咱的七星中会2021年的经常费是3亿2千万，所以咱所有的教会加起来吼，咱是全台湾第1名的中会，第1名的总会啦吼。倒数第3名是屏东中会，屏东中会1亿1千万啦。倒数第2名是东部中会，7500万。咱客家中会吼是倒数第1名哦，咱嘛是第1名吼，倒数第1名吼，3400万。咱拄啊好，咱的七星中会1/10呢，拄啊好1/10对。各位兄弟姊妹，过去客家的部分，客家的所在建立宋乡，客家中会建立宋乡拢无要紧。过去迄个草地的所在嘛免做啥啦，也无人，拢伫遐建立无啥物建设，所以迄个所在吼，草地宋乡无要紧啦。毋过今仔日客庄所组织的桃竹苗的所在，客家中会的教区，过去迄个穷乡僻壤的所在已经无共款啦。今仔日欣欣向荣啦，今仔日欣欣向荣。我甲大家分享吼，对。桃竹苗的房价、地价节节高升，过去荒郊野外所在，即摆变成众所瞩目，兵家必争。因为即摆的发展，大家拢看到，毋是咱看到尔，别人嘛看到，所以各教派啊，各个基督教的跨教派、各教派拢要去遐设立教会啦。要伫遐设立教会，汉庙都要去遐起庙吼。其实咱大家拢知影，即摆新竹、竹北、桃园迄个所在真发展吼，对。人口较就业，大台北的人口其实有咧减少，大台北人口咧减少，其实全台湾的人口拢减少啦。毋过新竹桃园人口竟然增加，我讲敢因囡仔拢因咧生吼，因较贤生囡仔，毋是啦，是因为迄个桃竹苗。台积电甲迄个科学园区带来工作的机会，互足侪人去遐食头路，所以人口安尼迁进去，所以遐增加足侪高收入的人口。全台湾的人口都持续来减少，
但是呢，这是新闻啦吼，就是讲台北市呢，因为安尼减一个副市长，伊人口减伊减一个副市长的员额，但是呢，这个桃竹苗的所在人口一直在增加吼，只有来正成长。各位兄弟姊妹，上帝要互咱大家看见客家即个过去这么草地的所在、荒山野外的所在，即摆上帝要互大家看到客家的所在，看到客家这个所在变做真做要紧的所在，伫遐发展，伫遐社区伫遐咧发展，伫遐人口咧增加。上帝互咱大家看见客家，但是咱是用信仰的眼光，咱要为主来得客家。桃园苗栗。桃园新埔高铁甲即个新竹的高铁站伫遐延伸的，咱若有经过，咱有看到迄厝起甲遐尼济，甲台积电新竹科学园区，迄个所在伫遐的发展，遐个社区拢无够伙啦，遐个所在拢无够伙，因为过去迄个草地所在啊，拢无人，遐个所在拢无够伙，所以咱伫遐有看见。咱看见，迄就是咱宣告的机会。那我们要为主得客家啦。伫遐桃竹苗空旷的所在，教会真少，所以各宗派拢比伫遐来建立教会。咱嘛是爱赶紧去遐来设立教会。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若无做，咱将来一定后悔。今仔日若无做，将来一定后悔，因为伊迄厝价一直起啦吼。今仔日咱无做，将来一定后悔。咱要为着主来赢得。客家，咱要得到上帝国的产业。每年来客家中会开拓3间教会吼，德胜伫苗栗的所在桃园开设一间德胜，即摆已经独立做堂会，已经独立吧。搁伫正站伫桃园新平镇开设一个平安镇的教会哈，平安镇还袂独立哈，平安镇毋过嘛稳定咧聚会。今年拍算伫年底甲明年年初要开拓琼林教会，咱相信吗？琼林安尼这大片含一间教会都无吼，毋过伊含竹北足近的哦，它跟竹北很靠近哦，所以伊的厝价一直咧起来，人口一直咧增加，迄个竹北要带动迄个附近吼，所以咱今年决定要伫琼林，年底也是明年年初要开拓琼林教会。即摆已经甲即间厝买起来吼，甲即间厝买起来，这是透天的厝啦吼，两层透天吼，咱来看，看起来歹歹吼，毋过即摆咧装潢咧，装潢起来就诚做一间的教会吼，装潢起来。过去咱伫平安镇还是德胜拢是先租啦，租来先设立教会，才慢慢才来买教会。毋过即摆发现吼，足危险的，因为即个平镇吼，进前迄间吼。迄3栋5栋3栋到，迄个厝主就讲要起价啦，佫过来伊就讲伊要卖啦。好啊，咱足紧张咧吼，咱伫遐敬拜上帝的信徒拢足紧张的，连咪要互赶。教会装潢开足侪钱，连咪着爱放弃，佫找所在。所以即摆吼，惨惨甲买起来吼，惨惨甲买起来安尼吼。虽然足食力的，毋过感觉足安心的。最近咱签约交屋已经买起1310万，甲买起来吼。伊是透天2层，87平，足深的啦吼，87平。即摆已经咧进行装潢甲整修，伫年底也是明年年初就要开设的礼拜，欢迎大家做伙来吼。感谢上帝。我邀请咱大家伫客家的宣告，咱开拓的时间有分伫天国的投资。我邀请咱有一拍电话是你家己点倒的，往往有一片壁是你家己油擦来，往往有一块砖仔角是你奉献出来。我搁一届来邀请大家伫客家的宣告，伫客家的宣告，客家地区的宣告，甲开拓的时间，会当咱有分伫天国的投资。有一拍电话是咱家己点倒的，有一片壁是咱油擦来。往往有一块砖仔角是咱家奉献出来。我伫遮邀请咱大家来斗相共，来甲客家中会来斗相共。各位兄弟姊妹，投资咱就趁机会，咱天国的投资是机会真难得。客家灵魂的投资，互咱会当行福音的节，会当成做福音公司的股东。客家宣告中会20间教会，邀请咱三角行。20间实在是真少，毋过有咱三角行，咱就无孤单咯。
各位兄弟姊妹，地方的繁荣展望已经互咱上帝互咱客家的所在空前空前的宣教契机啦，吼，互咱空前的宣告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爱把握的，请咱做伙来祈祷。嘛有搁较侪客家人来遮做咱的兄弟姊妹，遮咧上帝嘅一份子。其实客家的乡亲离开客庄啊，咱的大台北地区是无客家的教会，就甲咱的中间三甲敬拜上帝啊。客家人离开客庄吼，来到咱的都会区，拢是甲咱的离咱的和乐教会三甲敬拜上帝。所以伫客家的所在宣告，就是咱的宣告，就是和乐的宣告。咱是三甲做伙来做宣告。各位兄弟姊妹，人的身躯吼，我拢感觉咱的7星台北中会吼，伫恁的这个地图，台湾的地图上顶悬哦，咱像人的头共款啊，就像我们的头一样，这个头就要紧哦吼。台湾的宣告，这个7星甲台北，这个头就要紧的吼。这个头是带领的，是领袖的。我讲吼，咱的屏东啦，这个台南嘛，高雄，咱像人的身躯啊，这身躯嘛就要紧的，这腹长啦，这骹啦吼，这足要紧的，来臃肿啊，才有气力。毋过咱这头祖庙吼，咱这头祖庙，咱亲像人的这个心脏的所在呢。伊即咱像人的心脏的所在，这心脏吼都要用哦，心脏的用，上帝能量、圣灵的力量，也借着我们在这个心跳吼，这强烈有力量的心跳的圣灵的开来，要带动全台湾的福音的事工来勇敢来向前行。所以吼，咱这个心灵、这个心脏的地方，这个。咱的头祖庙的这宣教嘛，望咱三甲来拍拼，三甲来努力，互咱规个台湾的宣告得到上帝的引带保守来带领来向前行。各位兄弟姊妹，血浓于水啦，有时咱会讲你是伊，毋是我，是我的血统吼，啥物货？各位兄弟姊妹，血浓于水啊！400年来，台湾族群融合得很厉害，咱吼套来套去啊吼，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我们都是啊，我们都是，咱拢是哈。我常常讲吼，咱台语、华语、客语吼，客语是台湾话，毋是外国话。有人真侪人讲，吼，客语听拢无在讲啥。我甲你讲，客语是台湾话，毋是外国话啦吼。其实客语吼，就是甲台语、甲华语足像的呢。我甲咱小可分享一点点时间分享一下。你讲爱细字，这台语对吧？爱细字，客语讲爱细字哦，爱细字哦，安尼有像无？你讲你食饱无？你食饱无？吃饱无？食饱无？吃饱无？对，你身体健康嘛？身体健康是台语哦，身体康健。身体康健，这是客语啊，身体健康吼，对。你讲真欢喜嘛？伊讲动欢喜，动欢喜吼，对。你看哦。咱今仔日食中昼，食较足澎湃，即句话食了足澎湃。客语讲按澎湃呢，按澎湃呢，安尼吼真澎湃吼。咱看这字面，细仔个的是少年家啦，细仔个的，细妹是小姐。你若要讲细妹按讲，小姐你足水的吼，细妹按讲，生人的是囡仔啦，生人的吼。你若要讲按仔细什么呢？是多谢无毋对，毋过你嘛袂记感谢、道谢，这嘛是客语呢。伊是足像诶，所以我讲哦，迄毋是客语，毋是外国话啦，客语是台湾话啦，所以咱着加学一寡咱台湾诶话。感谢上帝。我伫遮要甲大家说一声，23年前，我的先生伫国道3号的走山事件内过身去。我是伫7星中会服侍足久诶。所以伫迄段时间，得到咱7星中会兄弟姊妹来关心，甲为阮祈祷，所以阮会当继续服侍主。甲今仔日，我伫遮要甲大家说多谢。阮先生已经过身13年啊，足紧诶吼。伫迄个国道3号走山诶事件，感谢大家一直为着阮诶家庭祈祷，感谢主。即阮两个小姐吼，我有生两个查囝吼。迄个乐乐，迄个是妹妹啦；迄个A A，迄个姐姐啦，两个差10公分啦，差10公分，姐姐安尼较矮。毋过迄个姐姐吼，即摆咧做牧师娘，伫客家的教会做牧师娘。今年去读新学年毕业啊，今年毕业倒数，所以即摆做传道书。所以我甲大家报告，多谢恁，互阮全家阁继续服侍主，一直到今仔日。
好，伊即摆做牧师呢嘛，做传道书吼。我安尼起无使叮当哈，是安怎？为什么这按不动？哦好，对。师长过世吼，我来做客家的宣告。我想讲，师长走山的事件，互我体会到吼，人生是非常的短。因为伊是突然离开的，互我体会到人生非常的短。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会当甲主相甲进入永生。各位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足短，咱做足侪代志，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身体健康，为着咱的事业，咱着安尼这里拍拼。上帝嘛赏赐互咱足侪即个世界的快乐啊！上帝赏赐互咱足侪即个世界的快乐。哦，咱的家庭、咱的事业发展、咱的健康，上帝拢赐福互咱。毋过，遮个时间会过去哦，时间过去哦，那亲像圣经内咧讲，那亲像云啊，风吹就散了。那亲像云，风吹就散。但是只有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要甲主相甲进入永生啦。就是咱互主使用的部分，要甲主相甲进入永生啊，迄是非常的宝贵啊！感谢上帝。咱的刚刚到期吼，我起无啥会记。在下面，再下一张。咱互上帝使用部分，就是咱人生的精华。所以咱要甲主相甲进入永生，咱来把握机会。各位兄弟姊妹，下一张。对，你是台湾人，请你关心台湾的宣告。你有一个客家心，请你来关心客家的灵魂的得救。时间真宝贵，咱的时间真宝贵。我嘛感觉我的时间真宝贵，所以我非常拍拼要学师。好，伫遮甲大家分享，客家的诗歌哈，客家民谣《天空漏水》，有跟大家分享这首民谣。天空啦漏水哦，阿妹啊，带到你马来到杭水边，杭水呀强又强。再分享一首歌，这首歌是两个阿伯，这是我的查某写的歌吼。伊讲虽然伊伫大海是爸爸就无伫咧啊，伊讲虽然爸爸无伫咧，毋过伊感觉即几年来，数十年啊，十几年啊，伊感觉上帝即个爸爸搁咧照顾伊，所以伊讲伊有两个爸爸啦。所以写这首歌吼，这个词曲都是伊写。我来分享这首歌吼，这首歌有台语、华语、客语，我唱客语的吼。我想讲，其实是爸爸节是咱的中间嘛，足侪人无爸爸呢。吼，咱爸爸节是咱足侪人无爸爸，毋过你毋通袂记，你阁有上帝即个爸爸哦。各位兄弟姊妹，因为咱有共同即个爸爸，咱才是叫做兄弟姊妹啊。咱有共款，咱共同的爸爸，所以咱才有咱才叫做兄弟姊妹啊。好，我分享这首《两个爸爸》，我唱客语就好了。爱又像爱呀爸，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上，一个同爱有了，一个看骨头牵给路。分享一首歌就好啊，哈，搁唱一条歌就好啊。这首歌是身体健壮，体力强。这首歌是客语圣诗最后一首，客语圣诗最后一首，美浓是美浓的古调哈。客语圣诗最后一首，身体健壮，体力强。那个帮忙一下哈，我们是对这一首哈，身体健壮，体力强。
身体天那走来体力有，年头的气是那也不红，一旦翻了遍了残的事物，爱的心是何有什么旁？是从那家来心目天上的真神哪有作证？才基督那子主耶稣，救人的救是何有不那种？咱做来祈祷。我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互阮有份伫宣教的时光，无论是何乐，也是客家，也是原住民，我们手牵手，心连心，三甲来拍拼。你要大大祝福伫阮的教会，无论阮本身，也是阮的家族，阮的教会，上帝你力上加力，运上加运，你的丰盛赏赐互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54首，透早起3好整，请起立，咱来吟全首。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
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竟是过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谢谢。这时，咱来为着客家的奉献，咱就请方美珍甲吴承安指示。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世界的主，是台湾的主。这个世代侪的变化，你永远最王掌权。我们学了你，主啊，感谢你满满的恩典，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成做有福气的人。主啊，你是光照伫黑暗中的时，你引带阮，互阮有路行出来。主啊，你是平安的主，阮倚靠你，阮就得到真正的平安。你是疼，你无限的疼，洗清阮拢总的罪过，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阮拢变做新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赏赐互阮，阮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只是阮奉献阮的时间、才能、金钱，诚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愿你欢喜感恩。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迄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吼，来，无论什么款人开发，也是未开发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罪。过一遍吼，
来，无论什么款人开化，还是未开化的，有智慧还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罪。罗马书第1章14节。好，这是咱来报告吼。这是我代表教会来感谢赖德清牧师吼，咱拍拍搁再次感谢主。好，来看周报吼。第2点11月5号吼，特别邀请国际优福差会的蓝义民宣教师来正道吼。后礼拜是和堂后礼拜是和堂。礼拜后有爱餐吼，请你后礼拜留落来。第3点，各个团契已经选出新任的同工请来跪吧。第4点，本周查账员本年度的查账日于11月19日请各团契要准备将原始凭证现金部分类账交给我们查账员郑美珍长老。第5点，教会公报设有圣诞糕要受理每盒30元11月20前向我们办公室干事来登记。肢体报告30到31礼拜1、礼拜2，礁溪中天温泉度假饭店七星中会将举行传道部的牧师传道在职进修，我们的牧师会前往参加，请代祷。那第2点，台湾基督精密协会捐书活动这是要捐到缅甸咱的教会洪长老有捐3箱，我跟郑宇有捐1箱。那如果要再捐的人就是要有中文的，最好有注音的，他要送到缅甸去，他要送到缅甸去。那邮资我们教会来支付因为时间真迫，你也有厝的囥5年、10年拢无看的请你他捐出来来捐到干事那边我再来跟麻烦郑宇来载因为伊公司离迄个基督精密协会足近的那感谢就郑宇好，第3点11月11日下午这是1点半该1点半与罗东教会七星中会妇女施工部与松联施工联合的南洋区妇女联谊会这样的庆典，请大家来参与那第4、5、6请来跪吧其他的拄着事项的甲奉献的顶周的奉献报告的我们就向干事来敬敬。以上，牧师。来兄弟平安。咱先介绍伫咱中间大溪教会黄长老夫妇个边仔这位是安尼。有。是。是。刘正义弟兄是吗？刘正义弟兄欢迎，咱搁一届欢迎。黄德全长老夫妇。嘛欢迎迄个黄章信长老搁转来到夫妇转来到咱中间做礼拜。其他应该拢有看过好，迄个赖德清牧师讲要代表迄个客家宣教中会，要送咱教会一条的即个圣餐咧用的巾来。圣餐客家圣餐的时候会使用。这会用等下刷的时阵，大家人来望看卖这真安尼啦，厚厚真幼面这是咱这个客家宣教中会有这个logo，迄个mark好，以上。好，咱这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主保守看顾台湾，在台湾彰显你的荣耀。感谢主，借着祷告，
暴风雨减少，止住风浪。渴望眷顾的主持续做奇妙的工作，让恩福持续充满台湾。我们也为2024的台湾大选、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来祷告，求主赐下所有的总统候选人，让他们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愿意更认识耶和华全能的上帝，乐意接受圣灵的引导，寻求全能真神上帝的帮助，以百姓为念，也求主预备各政党都有合适的副总统候选人。圣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求主在我们的国家中掌权，让神的心意高过国内外一切人的心意，带领我们的国家的未来。也求主帮助台湾百姓面对震荡，警醒的心，借着祷告打开台湾的天门，渴望神的国度再度降临。台湾虽然面临挑战，但要使更多人听见并领受上帝福音的大能，相信会转化台湾。我们也为这时代的青年，特别是今年刚入到学校的年轻人，能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前面的道路，在求学过程当中，求主加添其信心。我们也为全球气候的变迁影响及各地的灾祸来代祷，为哈马斯恐攻以色列，为乌俄战争早日结束，所有的受苦难的百姓得到安慰与扶持，也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也为缅甸宣教师求主施恩。圣经上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持续为台湾祷告，持续呼求的时候，愿你的国就介入台湾，愿你的旨意临到台湾这块土地，你的能力在台湾生发出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就说请牧师来祝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主你，予阮会通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主阮搁一摆来看见阮对主你所领受的，阮毋若按着阮四周围的人来宣扬主你的福音，阮搁较爱来关心阮伫阮中间侪这的客家的这的兄弟姊妹。因的灵魂会得救，互因甲阮会通同齐来领受对主你来迄个满满的祝福，互因毋若领受对主你来丰盛的稳定甲祝福，也互因会通透过因迄个性命，透过领受主你的福音，因的性命得到改变，因的家庭、因的家族得到改变，搁要得到主你满满的施恩祝福。互主你的福音会通毋若遍传伫台湾逐角落，也会通安尼包括着遮个客家的族群，会通互因游玩领受着主你丰盛稳定满满。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成伊。但愿主耶稣基督稳定。
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闭会。伫咧招待道有即个因客家宣教总会的一寡义卖的物件，伫咧即个招待道的所在，伫咧客即个招待道的所在有即个客家因的一寡点心的义卖。